天外天，白发仙。要是12年前，这的确是一个能镇得住的名字。天外天，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怎会知道天外天？这有何难认的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是总归有人知道。好强！想不到天外天之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！你们忘记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哼，你们也来了吗？唐莲，你的师尊似乎并没有告诉你此番任务的详情。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对不可以落入死人手中。黄金棺材之内的那事物，原本就是属于我天外天的。想拦住我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上！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还有4大境界：金刚梵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、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的武功看来已经入了逍遥天境了。天外天果然名不虚传呢。这天外天到底什么来历？天外天你可能没有听说过，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你一定知道，魔教。什么？魔教？唉。雪月城大弟子唐莲，无双城大弟子卢玉宅，都是故人之后啊。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不过，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